全心全意的来敬拜，哈利路亚！等一下，下一首歌，对吧？第一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诗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大家欢迎大家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跟着这节奏，我们将做不一样的赞美啊！跟着我一起哦，要喊出来哦！ 我要感
难，是我这世界，一生心靠你，不怕任何风浪。现实的天赋，现实的天赋，看护我心灵，使我能够得坚固。你照亮我道路，引导我的脚步，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。我要永远敬拜你，在我生命中，你永远都是唯一，没有人能够取代你，我亲爱救主。有谁能够将我与你分离？我要不住敬拜你，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，求你满足我的渴慕，愿紧跟随我救主。祝我们家每个人都能够用不可不可恶的心，我们一起来求主，你是我们每个人的力量，主，你是我们每个人的盼望，在患难中，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你看顾我，引导我的脚步，你照亮我的道路，主啊，我们需要有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当我们要再一次来唱这首歌的时候，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敞开我们每个人的心，单单来为主唱。依靠的救主，患难时刻，你是随时的帮助，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这一次的平安，是我这世界，一生心靠你，不怕任何风浪。
却不计较我们的过犯，你仍然是在我们软弱时赐我们力量，让我们有盼望，那唯一永活的神。主耶稣，求你垂听刚刚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所献上的祷告，也求你赐给我们有刚强壮胆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毫不畏惧的有主你在我们心中，我们能够勇敢的向前来行。主啊，主啊，求你大大的能力加添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，也求你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，求你让我们真的在听道的时候，那个道